明天就是端午节了，挂艾草可是有讲究的，大家可别挂错了啊。第一，挂这个艾草要挂单不挂双。妈意思就是挂单数不挂双数，3根、5根、7根都行是吧？对，这个单数不是为阳数吗？一般挂5根就可以，一定要配上1根桃枝。5根艾草寓意五福临门、五谷丰登，咱用个红绳把它缠住。妈，你不说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讲究。为什么端午挂艾草呢？老话不是说吗？清明插柳，端午挂艾。这个艾草呢是驱虫辟邪的意思，它还属于阳性的了。后来咱去挂上去，这个艾草是挂早不挂晚，早晨的5到7点挂正好。再一个呢，这个艾草呢倒挂不顺挂，挂高不挂矮。挂在哪呢？哈，出门的左边，进门的右边，这边呢为左，左呢为上，上呢为阳。再一个呢，这个艾草要挂月不挂天。挂够1个月以后咱可以用它来泡脚。妈，为什么这个艾草要倒着挂呢？这不是艾到福就到了吗？看完大家留一句端午安康，祝大家一整年平安健康啊！